等我当了轩辕派的掌门，我定会让你脱去奴仆的身份，到时候让你风风光光的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就是我燕京城的人。扶摇。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昨日你险些酿下大错，请问大师兄，我做错了什么？昨日在后花园，我和裴院同行，你突然出现。你明知道我已经与他许下亲誓了。 是，大师兄教训的是，扶摇不知自爱，不知自身卑贱，总是给大师兄添麻烦。大师兄放心，以后我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。哎，你看你，还是那么爱冲动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大师兄自重。还在生气呢，扶摇。 我娶裴苑，并不代表我对你变心了，也不代表我从此就不再护着你了。大师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娶裴苑，是不得不依仗他姑父的权势，但是我对你的心意没变。日后，若是我在昆京扎下根基，我就娶你做妾室，待你如从前一样。你。 大师兄要我做妾，我知道有些委屈你，但这是最好的办法。我都打算好了，等我去了昆京，我就把你带在身边。等有一天你当了我的妾室，你就可以彻底的摆脱奴籍的身份了。那个时候，你就可以衣食无忧，荣华锦衣了。 大师兄，你是这样看我的？这从来都不是我想要的。苑儿，之前你父还一直忧心你的婚事呢，现在看来你的心意在此啊。 不如今日我替你父做主，向燕掌门提亲，你看如何呀？姑父，国公，这怎么干呢？成儿，还不快敬国公一杯？多谢国公抬爱，只是京城与师妹身份悬殊，如此高攀，只怕是委屈了师妹。燕儿不嫌弃，贤侄你呢？多谢姑丈大人。师妹，我来帮你梳吧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！什么事？玄游部那个扶摇，我刚看见大师兄又被他拐走了。
人在哪儿？扶摇，你还强求什么呢？我能给你自由，能给你想要的生活，除了不能给你一个正式的名分，连我的心都是向着你的。我想要的生活，我不需要别人施舍，我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。我虽然没读过多少书，但我知道，喜欢一个人要一心一意。那么就是说，你不愿意做我的妾？喜欢是不能分享的。你怎么就不明事理呢？裴院出身世家，我岂能得罪？你纵有千万般好，可是你终究出身奴籍，父亲是万万不可能答应让我娶你的。裴院，我是不得不娶了。小姐为何不去撕了那对贱人？他们竟敢背着小姐私会！小姐若是舍不得大师兄的话，今晚我就带人绑了那个小贱人，让他横尸荒野，这样就再也没有人会坏小姐的姻缘了。小姐，小姐，我是阿烈。你们这些下贱的奴仆，本就是蝼蚁般的贱命，竟敢抢我要的东西！小姐，小姐。小姐，我要的东西从来都不会落空，哪怕是毁了，也只能是我的。我饶不了你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！师兄，你报名参赛了吗？我功法不行，田斗赛如此危险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不知道谁参加了。是啊，快去前面看看。走。
这不是玄幽部那个贱奴吗？是啊，连他也敢报名田斗赛，真不知天高地厚。一个贱奴竟然能与我们并肩参赛，传出去岂不是我们玄元派的一大笑话？大师兄，你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为何投叶天？为何参加田斗赛？田斗赛？我不知道啊。你还撒谎！若不是你本人报名，玉石壁上怎么会有你的名字？所以，大师兄，你这是不分青红皂白，就来污蔑我？污蔑？叶贴者，须赐本人指尖鲜血溶于素叶，才可在方鼎之中出现报名者的名字。你看看你，针眼都还在，难道还是别人替你报名的不成？这什么时候扎的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扶摇，你是不是还在为昨日的事心生怨恨？你说你怎么能这么任性呢？就凭你那三脚猫的功夫，你以为你能闯过几关？你明明知道你参赛我就得护你，护你我又得分心，那你到底是让我专心比赛，还是专心护你呢？你又将我置于何地？我还以为大师兄今天是因为担心我，所以才如此气急。没想到在师兄心里，我是个累赘。你别说我根本没有报名，就算我真的参加比赛，也绝不会连累你。扶摇，我这么苦口婆心，你还要一意孤行吗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让人失望的是你。